瑞士心理學家卡爾榮格認為，每個人內在都有一段旅程，目的係要同自己真正嘅本質相遇。呢段旅程稱為個體化歷程，即係透過探索潛意識，整合內在矛盾，實現完整嘅自我。喺呢個過程中，我哋會遇到內在嘅陰影，即係嗰啲被壓抑、唔被接受嘅情緒同埋特質。榮格指出，唯有勇敢面對並擁抱呢啲陰影，我哋先至能夠真正了解自己，達到內在嘅和諧同埋平衡。不如一齊聽下以下呢個故事啊！夜行者與井底之星。有一晚，一位疲憊嘅女人行咗入森林，喺濃霧籠罩嘅月光下，佢發現自己唔知行咗幾耐，迷失方向，腳步聲孤單咁樣響起，耳邊只係得自己嘅呼吸同風吹過樹梢嘅聲音，心入面好似有個無形嘅黑洞，吸走咗所有嘅力量。佢坐喺一口古井旁邊，想俾自己片刻歇息。正當佢望住井水嘅時候，佢隱約聽到井底傳嚟一把微弱嘅聲音：你唔使驚啊，跌落黑暗先至可以睇到星光。佢嚇咗一跳，向下望，但係只見到自己嘅倒影同無盡嘅深淵。佢就問啦：你係邊個啊？嗰把聲音就話啦：我係你遺忘咗嘅自己，你嘅痛苦，你未被承認嘅恐懼，你內在小孩嘅喊聲。你唔認得我，因為你一直拒絕嚟見我。女人喊咗出嚟，唔知係因為恐懼定係釋放。嗰一刻，天空開始破曉，全部嘅霧氣散去。佢明白到，原來所謂嘅逃避黑暗，只係令佢離自己越嚟越遠。而真正嘅療癒，唔係忘記傷口，而係敢於返去睇佢，同抱住佢。呢個故事其實正正反映咗榮格所講嘅陰影同個體化嘅歷程。我哋喺人生中經常想壓抑負面嘅情緒，但係其實每一個被遺忘嘅內在片段都係整全嘅一部分。如果我哋肯面對、接納，佢哋就會由黑暗中發光，指引我哋成為一個真正完整嘅人。